欠钱就法度。所以呢，这物件就是伫恁18界内面产生作用，产生作用。法自性领含万法，名含众生，欲起思量，即是转性。生入色，出入分，见入定，如是一十八界，该将自性起用。自性入邪，起18邪。那么自性入正，起18正。入恶用，即种成用；入善用，若善用即合用。用由而定，由自性有，咱自然了解。咱这个自性灵性万法，这里头啊，就祖贤祖师甲弘忍大师做伙来讲啊，伊看来讲，自性灵性万法，伊来讲这个物件。所以，什么会讲伫咱自性产生出来？今仔日科学有遮尔发达，社会讲起来遮尔文明，物质会遮尔昌盛，拢对咱自性的问题发出来。但是咱袂去甲善良去意所以呢，名为众生，这就是众生藏伫你内面的物件。入去思量，你心若动，你若心若动，起个作用，就是伫转性，在转性。咱这个心转人讲人是万能的嘛是事实的代志。对着众生，成佛成菩萨，成仙成佛成圣贤，拢是对遮来啊。所以伫遮通了甲成入色，入色若正嘛是足好恐惊入色去走去邪。出入门，你若毋单单有法度去开放下境，嘛是对遮喙做但是好的毋做，偏偏拢去做歹。出入门了后，去将入定，你将入定，见入定。如是18界当中，这物件呢，伫这18项物件内面，拢是伫咱自性起用造出来。所以自性若正18个自性若邪呢，就起18邪。所以空性人为正宗来讲起头伊讲学义，学义就是得道，自修道，学道修道。为正就是讲你会晓了后，爱出来做工课，替上天做工课。因为天不言，地不语，只有咱人会当代替天地。所以伫三爻有一卦当中，人爻咱徛伫第二爻，平民或者天，上下底或者坤，中或者人，天人地三爻。所以伊讲为正以德，既然德就是正德就是正。为正爱以德伊叫咱讲，比如博士，举其所是众生供之，叫咱爱看，爱有真正的智慧去看，举足侪物件互咱看。毋知咱讲伊来讲四三百，一件一百是万事无瑕，四经300空八种，规本册内面，就是咧，互咱的自性的本体，互咱这个核心，毋通为伫邪去。咱的思想念头毋通归伫邪去。那么无归伫邪，当然一定正。所以自性若邪，就起18邪；自性若正，无去互心牵去，无去互心牵去，就起18正。入恶用，即是众生用。你若是无正经去甲用，后日对着众生去用。可是咱若伫遮得道，有透过了学道了，知影真道奥妙，知影真理的奥妙，知影人生的宝贵，咱伫遮会晓甲伊善用，咱后日就是成佛，就是有用就是有用。所以用有而定这用呢，实在而定的重要，而定的重要。咱今仔日得到透过真理，咱真济真济咱的前贤者，真济讲师，真济咱的前人，甲咱讲过
一个真理互咱听。虽是讲的道理拢差无偌济，但是莫非就是要互咱归有正体。咱若个咱归有正体，归有正念，咱就法通发出咱的正念出来。然后咱来证明后日佛菩萨圣仙，这就是咱的本。所以拢这物件拢是伫自性中发出来，有自性以外，简单来讲，有自性能包含一切的法门啊。自性能生万法，所以包含一切法门。不讲经讲40遍，伊呢所讲的法门，讲48000法门，这个法门就是要按咱48000的这个过程，48000的过程。透解了恁济，因为咱这个人生是，这个人生是善变的，人生是善变。这个心，你若要甲研究，这个心足厉害，足厉害。咱来了解，什么个科技去到对一页，去到太空，去到对一页，这拢是心造出来，是个心做出来的。但当你有了需要的时阵，你就当转识，转入去第七识第七识就是烦恼识，当然是好的转入来。本来人心，人之初性就是本善啊。可是来到遮，是着气质甲物欲，咱蒙蔽了后，咱毋知咱的本体，咱毋知咱就是佛，毋知咱就是圣贤，毋知咱是西方来，死去了，归空去了，等着搁请道师，来甲恁带返西方，敢带会转去，咱家己当然就一定会知，所以要去作用。立即转变到第六识，一识一识一来转入啊，所以这个六识会生存的，该对良物才出来，该对良物才出来，对着根生出来，着根去感着根，才生着识啊，这一定道理啊。因而又见着根，毋但好生着根，如此就是18界作用，所以因呢。拢是从自己的心性所起的作用。迄个本来呢，咱讲酒不醉人，咱人自醉啊。酒来饮酒干那哩，你拢莫去甲关，莫甲开，咱会醉的。无要灌着酒干那就醉的啦，天下间无迄个代志。但是咱若甲啉到咱的腹肚内面，就会醉啊。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心甲性，若无去受着欲根欲尘欲闻这感染，自然就会生起，袂生起这18种的邪见。所以自性如果若纯正，就会生起18种的正见。那么你内心有18种的正见，你所做出来，就是证明啊，就是证明啊，足重要。如果心识恶的方面去行。你家己想啊，就是对着众生，的心识运用，就对着这个众生去啊，往善的方向去甲想，就会走对佛的这个如来运用去啊。对善去甲行，当然就成君子啊；对恶去甲行，当然一定对着小人去这个所以呢，就是佛的这个如来运用。无论此运用是从何而来而去啊，无论即款的运用对来，对去咱本来毋知，但是透过咱的留落经典这物件来甲咱讲，咱就了解，这呢才是自性所本来有的物件，你去感染不出来物件，所以对法外境，无情无对。天有地对，地有月对，明有暗对，阴有阳对，水有火对，这是五对。对这个法，这个外境，产生五对。所以这物件呢，咱若好好来甲研究，咱会感觉讲，世间就是安尼，世间就是安尼。所以呢，咱有需要
有需要用一寡心去甲了解者，有需要用一寡心去甲了解。这个五对的物件呢，互学生讲互咱听，咱来看这物件天赋地对，世间人甲以天为最悬，咱逐个人知影，天上悬，无比天较悬，所以天上悬，地上低，地上低。伫即个当中呢，有处外境呢，分别不去。咱伫即个外境呢，分别足侪种，你甲地嘛分别足侪种，有山，有水底，有海底，有平地，有丘陵，有啥嘛，有足侪种啊。伫天有几啊十层的天人讲33层天，有几啊层的天。咱看起是安尼，但是这中间呢，佛、圣、仙、菩萨，因这真人咧住的所在多，所以众生皆是法在。咱众生呢，是互天空调咧，互地甲咱载调咧，故以天地为一对，所以甲以天地用天来对地，用天来对地。其实天地本无自性，其实天地呢，本来就是安尼，伊无即个自性的本体本无自性，其性为一心性，伊的性是敢若一个心性体尔，以外无啥物，是法平等，天甲地对咱人就是平等的，对咱人就是平等，对众生对一切动植物拢是平等，拢是平等，水就是向下流这嘛一定的道理风就是安怎吹嘛，一定的道理天呢，所降有的雨露，润一切万物，嘛无讲即落歹的物件就无甲降，即个好的物件就甲降到即个无安，所以是法平等，本无高压，天甲地呢无分别，本无高压，事无出平等的发生，互咱去了解讲天地有即个平等的发生有一日，孔子学生就讲，甲孔子做伙，孔子甲讲事业，一定孔子讲呢足聪明，足聪明呢，毋过伊呢无法度了解自性本体。孔圣人呢，哪亲像讲要甲伊强棒出气就对啦，要讲一个真正千里打对。毋过呢，主讲呢，伊心就是着意，着伫物理内面。伊心呢，对这孔圣人的想法，无彻底去甲落实去研究，所以孔子嘛就讲事业无要无田，讲事业我即马拢有讲。主讲就讲自作不然，则小子何事呢？老师你毋讲，阮这学生，阮这小子要对去学主讲孔子讲，天何言哉？素是言也，并不先言。讲你着看天天有咧讲话无事是安怎行，必不安怎生，就照迄个循环安怎行。到有孔圣人呢，足多了这得了标题，讲为